有民众暗时赛车经过花莲的玉里，发现路面出现乌云哦。通报了后，林保署确定讲这是去年野红的打鼓阿狸，马上就派人去抓。因为这只乌云的后脚已经手术掉了，目前嘛等个评估讲敢袂当去甲伊野红。林先生车到透早4点外，赛车经过花莲玉里镇万祥社区时，伫大路突然拄到一只真大只乌色的动物，原本就是狗，不过我近看才发现是一只长后脚掌的乌熊。惊讶的，就想说怎么会？为什么在路上看得到熊这样？它应该是有受伤，有可能是被捕兽夹弄到吧。林保署花莲分署随检出，这是113年第2摆放抓到，救伤完成了后，伫去年12月野放的打鼓阿狸，伊伫今年2月离开山区大同点了后，就渐渐往山卡山东。2月27日，就把入侵关卡国小，也伫4个月公园出入。现在芒果开花，人家会放那个鱼啦、肉啦，会果的金星啊会来，闻到这个味道，它就下来。为着避免人熊相拄，林保署花莲分署车狗启动掠熊，车狗早起成功掠到，发现伊变得较瘦，和外界真烦恼打鼓阿狸的健康状况。说黑熊其实它在渡冬的时候，山上比较缺乏食物啦，所以可能会明显消瘦，这个是一定的哈。但是在那个打鼓阿狸，我们看起来是因为可能在去年有大台风，减少了这些相关的食源，所以它才会往下移动。林保署花莲分署强调，打鼓阿狸因为后脚掌截肢，对找食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若伫野花无法度生存，才会造成伊继续交照公园还是航园。就会将打鼓阿狸永久收留，目前已经将伊送往台东野生动物救伤中心安置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